我咱大个啦，20当前到20当后，我嘛是20当前我嘛是食二只啦，啊10几当前我嘛是食二只，啊10几当我嘛是食二只啦。啊，迄景色拢相同，迄设计拢总相同，但迄喇叭，迄4支喇叭，较早放伫中，啊什么换这4支大支喇叭放伫边啊，有较好看，但是这台拢相同，啊这拢相同来讲哦，这拢相同，但是要讲到一起啦，这拢到一起，感觉足歹看，你伫遐看无歹看，但是啥感觉一起超好看。啊，我伫咧看内底，慢慢改老咧，感觉老咧，啊老朋友，啊老同事，哦，啊，我当时咧讲比赢哩，搁慢赢哩啦，哦，咱虽然是讲是同事，但是咱到底是咱比赢哩，到底是咱较济啦，所以这是情感义啦，情感义啦。啊，这个情感义，咱是去同修、同修、同道、去同伴吼。但是咱有一天嘛爱对，爱对，你嘛爱对，我嘛爱对啦。啊，先对先办法对，办对啦吼。你若是较早对，较办就安尼啦。啊，互我来讲话，咱到这个时阵，咱要咱讲咱的思想健康，咱的思想新鲜，咱的灵力都爱有够。咱过去思想。啊！你即个物件思想，啊！你过去已经行30单、32单过来，咱个思想、咱个想法，你受到力量，你受到想法，啊！对道义的啥个，伊的迄个安稳的心，所以我即马有一个想法讲哦，食愈老爱有感恩，食愈老爱有善，食愈老爱有情义，啊！食愈老咱搁爱看近的，看好。啊，可能无烧的，啊，无烧的，无烧人咧讲咧，但是对无烧的，讲是伊个心内才是对的，哦，才是对。啊，咱若有食过亏，啊有食过亏过，啊互人亏薄，啊互人你的内心世界这起伏不要那么大，不要那么大。可能凹满你的心起了，啊都起了看头了，啊过差不多，你有机会过去。过去啊，过去啊，卖甲伤计较，对啦，卖甲计较。你讲，啊，伊咧讲气话，哦，啊，伊咧讲花情绪，你啊，给人一个好去啦，哎，好无？啊，互咱离课就搞，我们咱个家庭课就搞。咱收到老婆是国家的老婆，我们讲咱收到呢，啊，家庭变单呢，啊，经济的变单呢，咱改要甲咱引导，咱这个要改善，啊，先天后天。那么平好平衡一下，比咧卖讲差伤济，电视机啊，卖差伤济，卖讲啊为了电视，啊互你家己顾到咧乱七八糟，对啊，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即个爱交代入去。咱即个人吼，较早人意识较无开农业社会，较无受教育，所以人较单纯，较袂上东上西。即摆人已经做上东上西啊，是咱改看嘛。较早是邪教，偏讲人去我讲，啊，所以未来时代咧邪教，所以咧邪教讲哦，人听伊讲，人看见伊，那看得起，你是怎么做？啊，道是在这一个邪教里面，不是在邪教，你取出去把对，但是你不是这样，好，所以。改变这个，我嘛咧改变。我昨天我讲我爸妈来上课，那个心理上对嘛对嘛，那大学思想，但是我们就不了嘛，啊，其实大家讲讲那嘛来来上课，来上课嘛就可以嘛，对不对？里面讲多钱，对了，因为钱你到不了对。好，谢谢各位啊，一起上来，谢谢。大众取题。谢谢网友的支持，跟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在世间